各位，我已經作出決定，原定喺12月7日嘅舉行嘅立法會選舉將如期舉行。如期完成立法會選舉，係對憲制秩序同埋法治精神嘅遵守同埋尊重。選舉日期具有法定性，選舉有指定程序，必須按法律要求進行。如期完成選舉，亦都係對社會穩定嘅維護，更加係對災後重建工作嘅有力支撐，讓新一屆議員盡早離職，先至能夠更快、更有效咁推進包括災後嘅重要工作、善後支援、復原重建同埋涉及嘅法律制定檢討同埋改革等。好多工作都需要經過立法會審議、批准撥款同埋制定法律先至可以落實。呢個係對香港未來最負責任嘅態度。新當選嘅立法會議員喺經歷咗呢一場重大嘅悲痛之下進入議會，對佢哋而言係一次深刻嘅使命啟示。政府將與新一屆立法會帶住相同嘅理念同埋改革嘅意向，立即投入工作。今次大火必然帶嚟種種政策同埋制度嘅反思，讓新當選嘅立法會議員盡快就任，能夠讓佢哋同政府攜手以修例同埋撥款實踐制度改革。喺災難面前，我哋經歷咗失去嘅苦澀，亦都要磨練前行嘅毅力。困難壓唔到我哋，只會令我哋更加堅強；挑戰阻唔到我哋嘅前路，只會令我哋更團結。我哋必須並肩前行，重建希望，喺悲痛之中凝聚力量，讓我哋以行動實踐香港嘅團結精神，共同建設更美好嘅香港家園，寫下那不朽嘅香港名句。多謝大家。